为什么要吃迄菜菜的迄个？菜这个做什么？倒位啊？倒一个？榴莲。哦，榴莲吧。嗯，我去买榴莲。你讲菜菜的哦？嗯，我要一粒，我一粒，一粒。你们头给你。多少？我要一粒。来看吗？嗯。我再看另一个。再看。你们头给你偌济多少837。？537。537。那边是几粒无？哦，1000好，伊足侪1000个。你问头家娘食袂了会使冰起来吗？食袂啊，会使冰起来。哎，当冰起来。嘿。耶。食袂了不要紧啊，冰起来就好。那个吗？好 OK 的。来了，好，你榴莲好，好，多谢啊。你敢有讲头家个多谢一个？多谢。好，谢谢你哦。这重的。对啊。然后就你讲。你听啊。哦。好。你刚知影这是啥物？来，看嘛，蛤蟆。伊的头刷。伊的头刷，你有看伊的喙齿伸出来吗？妈妈，这已经死起啊。阿姨送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变修车啦，小朋友多谢。真的对小朋友来讲，一下子就没有了啦。吃看看，好吃的。阿姨送什么？拜拜。不客气，好吃再来，好不好？爱吃嘛虾。爱煮，拜拜，爱煮。看浇水哎，浇水配什么？木龟吧。木瓜。浇水木瓜。啊，这嘛请咱来家好啦。好的，谢谢。这是啥物？内蒙。这个是什么？旗啊，旗呀，你讲旗啊？旗呀。好，然后这是啥？这真啊厉害的，有一条歌。什么爱爬脚我吃哪巴？什么？玲玲，灵应。玲玲爱爬脚我吃哪巴？灵应爱贝卡，我吃哪巴？哪巴张金，吃一个来吹气。社会高大意。榴莲，榴莲，灵应，灵应，捏簸，捏簸。我买一粒，我买一粒。